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，伫桃园有一对70外岁老翁婆，太太有失智症，行动嘛无方便，一直以来拢是伊的翁婿咧甲照顾。讲这个老先生最近验出有癌症，正失智。3更半暝，杀到坐轮椅的太太出门，后生感觉无对当，骑机车偷偷对伫后壁，想袂到来到大圳沟边，老爸甲老母啊车落圳沟，随后家己嘛跳落。结局是老母互后生救起来，小可受到轻伤，但是这个老爸跳水身亡了。半暝3点外，翁婿落轮椅点伊坐伊太太，脚步淡薄仔紧，想袂到竟然是往大圳内面冲去，骑车对伫后面的后生马上停车。76岁妈妈被后生急手救起来，只有头部小受伤。看到爸爸甲妈妈摔入大圳，急要救人的时阵，爸爸嘛已经跳落去啊！错楼佮加上天色暗，将近4点钟了后，才伫3公里外找到。民众于芦竹区大圳发现其妇人丈夫在水中载浮载沉，立即向消防队报案。消防人员到现场救援后，经送医不治。家属讲，老太太因为失智症，佮行动不便，翁婿一直拢伫边仔咧照顾。想袂到前一阵啊，这翁婿确诊是治着癌症，就开始就郁卒。离咱的透早，向阳泉路易太太外出，后生惊出代志，才会骑车对伫后面。翁婿其实不忍心太太继续受到病痛的折磨，才会想讲翁仔某做伙到风泉。后生原本最近就想要向社会局申请长照，才嘛想袂到危险的代志先发生。